位非常会唱歌，然后我也觉得他很会主持，然后他最近还有演戏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欢迎许富凯，富凯哥。Hello， 高雄的朋友，来一点全场的尖叫声，我听一下好不好？再用你们最热情的掌声，给林怡好不好？真的是。接下来就要来唱《爱情海西坡》。要请了这位群后一起唱。对你讲出心内话，想要归你，可是我歹势，看到你我完全来讲话，只好头咧咧。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？讲我对你，可想嘛你一个心情亲像春天的风在吹，只好写着一条爱情的海誓批。春天的风在吹，只好写着一条爱情的海誓批。会怎才会完全来表达我的爱？你的风采，予我对你无边的情海。才会完全来表达我的爱？你的风采，予我对你无边的情海。予我对你无边的情海。要怎才会完全来表达我的爱？你的风采，予我对你无边的情海。怎对你讲出心内话？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？谢谢，我是林怡瑞。哇，谢谢两位跨世代的组合教哥好。欢迎，来，请，我们让一个女生站中间。很感动你看我们刚刚一路就从开始的演出是有这个虚拟的偶像，然后到大前辈，然后到这个出道大概2个月的，差不多。今天很热闹。说实在的，在这么多人面前，然后又跟这么厉害的今年的歌王唱，然后又翻唱这么经典的《爱情很喜灰》，是什么感觉啊？很紧张。看不出来啊，看不出来嘞。就这么
么多人面前唱歌。是哦，但你现在真的要紧张了，因为一唱完部长就走了。换位置啊！是赶快几点？我请问部长在不在？哎呀，还有夫人，快，谢谢部长，谢谢部长，哦，还在。那你也紧张没哈？嘛是会紧张那可能你要厉害啊，唱这些大场的啊。但是对我来讲，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在台北小巨蛋的热身场的感觉。哦，对，许富凯呢，因为疫情他的演唱会一直延后，终于决定在12月4号。12月4号。哇，那开始卖票了没有？已经卖了。卖的怎么样？哇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剩差不多不到500张的票。哇，那高雄的乡亲拜托大家了，很明显都是来拉票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有机会我们回来高雄开演唱会。对，先让他台北给他办起来，然后赶快回到高雄来办。哦，你看这里场地，不然这样，我们再把台北取消挪到这里。不行，对吧？我们就干脆，反正已经挪2次了嘛，不差再挪1次，对不对？因为陶晶莹都在后面排队。陶晶莹也是一直取消，你知道陶晶莹现在延到什么时候吗？明年7月。对呀，所以你要不要取消给他，然后你到高雄？好，就这么决定。不行，通过，请拍手。你以为啊，这里也很满，好不好？知道啊。阿丽蕾，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你今年那么成功。我今年就是发了我的专辑《青春记》，加油！然后再请大家多支持一下。你刚刚讲过在这里念书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在这里念书。现在因为他，全台湾的欧阿米爽都卖翻天，真的。接下来麻烦骂完呐，还有那些金贵啊，可不可以留一些给我们吃啊？对，买不到，不是要吃要唱啊，帮这些故事唱出来哦。好，非常谢谢优秀的林怡今天也加入我们的演唱会。那，你就唱这样半首是什么意思啊？后面还有吗？你知道刚线上全部都说等许富凯，等许富凯。谢谢线上朋友，没有半个人是等黄子佼的。有啦，那个等下牌子转过来就是黄子佼。刚刚真的有一个，刚刚我看到，你还有灯牌你知道这里5G怎么实验呢？用手机来实验。真的5G。你知道过去我们看演唱会或到这种大场域呢，一进来就会发现什么？就会发现手机失灵了。可是我们看这里5G多厉害，你看这个朋友多棒，他发那个限动给我。其中有一个最夸张，寻找这位网友 Tia， 他说，其实虚拟人还是比你高不是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搞他吐槽你啊，对吧？搞他吐槽，我就回他一个好，那你再唱个歌，我再去后台跟他好好聊聊。好，高雄人的可爱。Tia， 你在哪里？我等一下就来找你。好，谢谢你，欢迎富凯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带来这首歌呢，是我在疫情那3个月写的歌曲。这个疫情呢，打乱了很多的事情。那我希望呢，在藉由这一首歌，你们心里面思念的那一个人，我们今天把它呼唤出来，然后放在心里面，一起来听这一首《无声》，无声送给你们，谢谢。吹散，白色的花间，犹原搁栽伫遐。同款插着迄丛无声的牵挂，这几年开的花，拢是思念的形影。门口的孤单。春水我甲你作伴，想起着较早，你拢是坐伫这，定定在少年异乡的囡仔，望你的身影，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。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。当初有一份开行，藏伫心肝，你是不是？伫故乡等待我，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寒，思念无声。我有的想要讲，予你
感谢，藏在心肝。感谢你牵着我，豆豆行。如果在国外工作的朋友，记得每一天要打一通电话回家，跟你的家人好好的聊天，报个平安。门口的孤单，纯粹我甲你作伴。想起着较早，你拢是坐伫这，定定念少年，离乡的囡仔，望伊的身影，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，离开了好看，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。当初有一份开痛，藏伫心肝，你是不是？异国乡等待我，已经离开了好看。思念无声，我袂想要讲予你听，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牵着我，豆豆行。你是不是会伫故乡等待我？我已经离开了好看。思念的声，像出了牵挂，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一直唱我惜命命，人生有你，我是幸福的囡仔。日头若落山，就想起看着我的命。谢谢郭夏。什么东西？再讲一次。谢谢啦，待会我会给你们红包。谢谢。一样我要跟怎么了？看到你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来，谢谢现场所有朋友。我还是要跟现场的长官，然后还有现场的贵宾，以及来现场的听我们唱歌的朋友，今天非常的谢谢你们来，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也给我们的高楼一个掌声。这么好的场地，希望真的有一天我可以回来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开演唱会。恁有买来的话，也一下手的看一下。听无走哟，吼，无牙手是什么意思？拢有牙，好感谢。我本身是高雄囡仔，大家知影我住伫倒？对啦，我是基山囡仔，出金州迄个所在，看生啊像金州共款长长安尼吼。在身为高雄的孩子。然后回来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演唱，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荣幸，然后也非常的开心。那在前一阵子呢，高雄呢也发生很多遗憾的事情。那对我们来讲，不管是疫情或是之前遗憾的事情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借由你们的手机，待会呢我要唱这首歌，把你们手机的手电筒打开好不好？对，手电筒打开，然后麻烦我们的场灯关一下。有一种星空的感觉，来全场一起哦！手机还有电的朋友，把你们手机的手电筒打开。对，谢谢我们文化部部长还有我们服务员，谢谢。
啊，好美！接着呢，我要唱这一首歌，祝福大家，希望大家未来都可以很平安、很健康，爱你啦，一直伫你身边陪你。带来这一首祝福就好，谢谢。要等这一首歌结束才可以关手电筒哦。谢谢我们所有朋友，好漂亮，谢谢你们。哇，要小朋友关好。还有中间楼上朋友，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。手边朋友，谢谢。花开经过时，不通我在等你，阮亲像袂开的花蕊，青春已经褪了色，也无人来同情。若爱你，若敢怨恨你，就予你平平安安、舒舒服服，顺着你的心。爱你的人着心意，照顾你，就予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雨的头边。若是寂寞的时间不是你，就予你平平安安、舒舒服服，顺着你的心。爱你的人心意照顾你，就予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雨的旁边。若是寂寞的时间不是你。祝福，祝咱大家身体健康、平安，谢谢。谢谢许富凯。为了要证实一下这个所谓的环绕音响的效果怎么样，我必须要走到台下来听一听。哎，感觉不错呢。Hello。